又幫你哋揾到一個適合帶全家人去嘅周末好去處啦。自駕或者高鐵都冇問題。依山而建嘅避世七彩小漁村，聽講話嚟呢度行一轉，咩煩惱都會冇晒噶。點樣至好玩？食咩唔踩雷？跟住我嘅視頻去就 OK 啦。嚟了啦，就係清遠白廟漁村啦。成條村翻新成為景點冇幾耐，居民嘅屋企全部都係依河而建，甚至出行都係要靠船噶。捕魚仍然係佢哋嘅主要工作，所以沿路都會有好多魚乾、海產品賣。右邊係北江風光，左邊係人間煙火，好適合周末散心。唔少餐廳甚至咖啡店都係建築喺河邊。我哋午飯揾咗呢一間視野更開闊嘅飯店，你會見到貨船、觀光船、高鐵穿梭於此，睇住呢個景食飯都開胃啲啦。嚟呢度必食嘅呢就係黃沙蜆同北江魚雜湯，即撈即煮，鮮味到眉毛都飛起身啊！人均消費大概係60-70蚊。然後我哋繼續沿河而上，你會經過3公里嘅江邊步道，視野風光都幾好，一路上有樹蔭，小孩姐都可以獨立完成。你仲可以落到沙灘玩下，影下相添。盡頭就係飛來寺同上船碼頭，你可以用30蚊乘船返程遊覽北江，從水上再睇一次呢個寧靜嘅村落，大人細路都唔會行得太辛苦。咁樣就係白廟漁村嘅自佳玩法啦。想要行程表，後台 DD 我啦，大灣區周末出行攻略，記得關注我啦。